来是云林北港妈祖病院的长照中心举办网络课程，教大家安怎照顾到行动不便者甲长辈者。希望这个网络课程会当互大家无距离，互相来关心。 透过电脑上课，毋但伫学校看会到，伫病院嘛看会到。伫疫情期间，社区停课，为了继续照顾老大人，北港妈祖病院长照中心办网络课程，教大家安怎照顾行动无方便的人。他这个课程的话，对我来说帮助蛮大的，因为他这样子的话，我在接个案服务的时候，我每天都会为他量血压。 对行动不方便的患者来讲，照顾者就是重要的角色。透过这个学习，会使了解更较侪保养知识。不管是你的穿插啦，吼，唔通叫跋倒去，还是讲你的照顾的人的姿势，你的徛伫对一边，你若欠着边，吼，有可能会跋倒。针对日常生活拄到的状况，希望讲会使透过专业的医护指导，会使提升照顾的品质，同时会使互相的关心，增加照顾的技术。